台湾高速道路塞车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为了彻底解决问题，虽然市府对增加行车空间已经提出改善工程，不过议员李定国伫总理顺嘛积极建言，认为要对平时落地延伸，用高架化将高速来改善。伊认为高架道经过拢是国有地较单纯，只是该案会牵涉到军方的弹药库需要搬迁，所以要求市府甲国防部协调，专列出行。以前台南县的时候，苏焕智县长他就曾经尝试过从那边再开一条地面道路，但是他那个不是针对高速公路，他针对要连接到下面的高速2街。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有这种想法，但是现在假设我们能够扩大让它成为一个疏解交通的一个枢纽，它其实也改善整个中华路什么交通拥塞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可能部队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弹药库还在那里，影响了我们整个地方的太多的开发与规划。很简单，移动就好了嘛。现在一花边区在那边，你先那个话呢，而且它离民宅全部在60公尺以内。其实它本身在法规上已经出了很大问题。西南角那边有一个弹药库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都有考量。但是因为现有的军方还在那边，所以说在做任何的东西，我们还是要跟国防部来做一个协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在军方还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以及军事设施里面要做高架过去的话，它会。国防部一定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意见，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军方设施，有个安全的一个考量。对。那另外再来就是说，那就变成就是说，除了避开它，就是往南走避开它，另外一个就是走高架，不然就是走地下。那地下开挖的一个成本其实它蛮高的，所以说在整个这个39滑冰群没有迁移之前，其实在执行上会有有一些困难度，但是我们会把整个可行的任何的方案都研拟出来以后，再继续再请那个我们的相关的一个立委或怎么样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协调的一个工作。议员李定国对基层里长出身表示，之前嘛拢唔知影遐有弹药库，不过因为距离面体已经60公尺内，明显违反安全法规，所以希望借着高架化的交通改善计划，甲国防部协调，相信一旦有成，民众绝对非常有感。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